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踢腿，台语安尼写踢腿。双腿因为激烈的运动，致使肌肉酸痛，就是踢腿，就是华语一般咧讲的铁腿。所以有一寡地头踢腿会讲踢腿，踢腿正式的名称是因地性的肌肉酸痛。通常发生伫咧做运动24小时了后，像骑铁马、爬山，或者是跑步等等，因为肌肉受损，引起轻微发炎的反应。上主要的症头是肌肉硬正，无法度顺利来春轮出力，讲春运休困就会当复原。可能是昨暗行了伤过磅，今仔日煞踢腿，要落楼梯，或者是坐咧要徛起来，拢特别吃力。出国游览的头一天，四界西一直行，唔知忝。过2天开始踢腿，无再条搁行咯。踢腿的踢下倒，踢暗蛆。伊若咧思考代志，拢会不知不觉踢下倒。伊翕相的时阵，真爱踢暗蛆。踢腿的踢头，就是强出头，多管闲事，唔免理家婆，帮伊剃头，让伊有翁有囝有老爸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踢腿实在真趣味。